在台北市摕敬老愛心卡來坐車的比例是佔23%，這是公車主要的族群。公車聯營管委會呢是提醒這個時段唔通溜公車，而且舊車都愛徛好在。也那交通局是表示講，今年除了會擴大來宣導，嘛打算要佇個10大來設科技執法，提升坐車的安全。這個就是後照鏡。照不到的地方。退休駕駛林先生透過實景體驗，提醒時代公車駕駛時衰死角、甲老大人等公車過車路的安全觀念。儘管基金會嘛指出，真濟時代會約公車無徛好在，就刷叮當，這個攏是真危險的行為，攏會增加老人跌倒、甲交通事故的風險。可能沒有辦法抓穩，好，所以啟動的時候是非常危險的。那我自己也曾在啟動的時候稍微跌倒一下，可以跟長者呼籲一下，說希望他們在等車的時候千萬不要去追車，然後呢就是上車的時候希望可以站穩那個踏階，然後慢慢走上去，然後有位置一定要坐，然後或者是有扶手一定要握好。根據台北市公共運輸處的統計，2025年敬老愛心卡坐公車比例已經佔23%，顯示時段是公共運輸的重要使用族群。台北市公車聯管會甲情關基金會拜二嘛舉辦公車優先心運動時段宣導活動，希望提高時段坐公車安全觀念。台北市交通局嘛表示，今年嘛擴大辦理時段坐車安全宣導，甲公車業者合作推動公車合意，讓公車駕駛了解時段坐車需求。會把公車停靠區的前後，把紅線的距離加長。第二個就是我們常常看到停靠區的前後也都有那個違停。那這些違停以後，可能我們今年就會有實處的科技執法。台北市交通局表示，未來改善公車停靠區的環境，因當公車停靠區前後紅線距離，嘛打算今年佇坐車人停較濟台大便衣站、松山高中雙龍站等10大設科技執法，減少違規停車，保障公車停靠甲乘客坐車安全。記者郭正陽之講台北報道。